Hello, Definer, welcome back. 大家好，欢迎回到一周的视频工作室。这期视频，我想借《Moana 2：海洋奇缘》的第二部和大家聊一聊里面其中一个非常重要的人物 Maui。你知道吗？其实 Maui 不仅仅是电影里的角色，它也是存在在毛利以及其他太平洋岛国波利尼西亚文化中的半神人。在毛利的古老传说中，猫蚁对于人类社会做出了巨大的贡献，包括教人类如何使用火种，以及如何获取食物和知识。而今天我要分享的就是猫蚁为了帮助人们获得更长的白天时间，追毁太阳的故事。大家有没有觉得这个故事非常熟悉呢？没错，在中国文化中，我们也有相似的后羿射日的故事。那今天就让我们来聊一聊这两位英雄分别是如何代表毛利文化和中国文化与太阳产生了怎样的故事吧。首先我们来先讲一讲毛利传说中的 Maui。 在毛利传说中，很久很久以前，太阳是一个非常非常不靠谱的神。人们经常早晨起来还没起多久，太阳唰一下就可以飞到天边不见了，马上人们就迎来了黑夜。大家可以想象一下，在古代社会，人们靠捕鱼、捕猎、采集粮食为生。如果白天的时间很短，人们在刚出海进行捕鱼的时候，天就黑了，或者是早晨从家出门的时候，挥了2下锄头，就到了黑夜，人们又要回家了。这样的生活时间根本不够用，人们的劳作时间也没有多少。这时候，半神人 Maui 出场了。他看到了人们在打猎、捕鱼还有种植上的困难处境，主动站出来说：“大家不要担心，交给我，我会让太阳老老实实的慢慢走。”就这样 Maui 叫上了他的兄弟们，大家齐心协力合作，用亚麻编织了一张很大很大的网，然后他们计划在太阳经过时把它一把拉住。当 Maui 和兄弟们将太阳困住的时候，太阳一边挣扎一边喊：“放开我，放开我！”但 Maui 一点也不怕，并用神奇的骨头敲打太阳，威胁太阳说：“从今天起，你必须要慢慢的走，给人类多留一些白天的时间。”结果呢，太阳就真的慢下来了。从那以后，人们就又可以安心的捕鱼、捕猎、种地了。这就是 Maui 驯服太阳的故事。而在中国传统神话中，后羿也做了类似的事情。传说中，后羿面对的可不仅仅是一个太阳，而是足足10个太阳。因为在中国神话传说中，太阳有10个兄弟，他们10个也非常的调皮。原本是应该轮流每一天有一个太阳到天上值班，忽然有一天，太阳10兄弟全部一起跑了出来，把地面烤得十分炎热，人们苦不堪言。这时候，有一位叫后羿的英雄挺身而出，他拿起神弓，瞄准天上的太阳们，一个一个的射了下来。当他射到第9个太阳的时候，天空终于恢复了一个太阳。后羿说：“让我们只保留一个太阳吧，这样我们就会有光有热。”从此，只有一个太阳周而复始的工作，大地也恢复了秩序，后羿也成为了人们的大英雄。在2个神话传说中，都是由太阳惹出的麻烦。而2位英雄的解决问题方法也截然不同，但是相同点就是他们拥有过人的勇气与智慧，也都来自对自己族人的爱和关心。无论是 Maui 的故事还是后羿的故事，他们都告诉了我们，人类和自然其实是密不可分的。这些传说也让我们看到了在世界各地不同文化相似之处，以及他们各自的独特。如果你也喜欢这种中华文化与毛利文化的相结合对比的小故事、小传说，别忘了点个赞，分享给你的好朋友。那我们这期视频就到这里了，我们下期见。Hakiteyano